下雨成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白天再成。既出来了，又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哼！今日来是谁陪着你上路？是小贼兵。他到底读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要让刘一文王在肚子里，要让金子地打去。众神请王府有人求见。不负有情，不许走开！当起精神来，与我一同见客。不知大人想到有谁让你放弃此贼？奇怪，奇怪。请问大臣，下官王女儿与你私下了，我们老先生做主。王大人兄也正好生于人凡，也不必承担，只用老先生一句话就完了。哪里？我们府上有一戏子，名叫机关，乃是我王爷喜爱的。至今3个人不见回去，四处寻找了下。听说内中的传说，机关与老保佑相交甚热。听说保着父亲也是琳琅的旨意，故此王爷派我前来，这机关之事吗？大人少来，你在该死的奴才！
做儿子，管教他，也是为了永宗耀祖，让他生死吧，叫做儿子的事我担当得起。